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，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全赞美你，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，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以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瞻仰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祝福啊！好，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礼拜堂的洗手间，好是在外面，好在后门的地方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需要上洗手间，可能就是要从旁边绕一下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今天这场地比较大，
好，所以走的动线比较远。好，所以如果等一下你觉得你需要多上洗手间的，也可以利用礼拜开始前，好去上洗手间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聚会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顶嘴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，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全赞美你，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顶嘴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今天呢是我们青年主日，也是我们的父亲节主日。对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在这边要来纪念我们每一位爸爸的辛劳，还有我们的天父爸爸。那在我们礼拜开始前呢，我们想要带大家来做一个暖身操，来让大家有预备心开始礼拜。那我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跳一首特别的歌，那相信大家应该也很熟悉。大家有听过《你是唯一》吗？有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跟着我们一起跳，不用站起来，我们坐着跳就好了。对，坐着就好了，坐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慢慢的来唱一次哦。有一回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。神的眼中你是宝贝，在世上你就是唯一。哦，你是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。没有人能取代你，哦，你是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稍微的加快一点速度哦，大家准备再来一次哦。世界有你会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。
速，我们现在再加速，我们看看大家能不能办到。我相信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那我们再来试一次哦。世界有你会更美好，没有人能像你。在你眼中你是宝贝，在世上你就是唯一。你是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人能取代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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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你是如此特别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好，那其实大家都很棒，我们现在一起欢迎大家起立，然后我们找4个人跟他说，我们今天在这边见到你非常开心。今天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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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到你很开心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让我们用喜乐心一起来敬拜他。阿妹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求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静静跟随与主活主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仍要赞美他，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有喜乐吗？有喜乐就说阿们。阿们。那我们一起再次大声的来赞美他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求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活主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
祷告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用这歌来做更多的祷告，我的祷告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我们讲祷告，无论求什么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让我们更多的祷告。不要祷告，无论求什么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祷告什么？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海洋之中，我必不沉沦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；不动摇，也不放弃。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逆波之中，我仍然祷告；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撑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，将掌声、将荣耀献给到是我们谢谢主。哈利路亚！掌声再更大一点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来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们要来赞美那宝座上的神。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念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尊贵、荣耀、圣洁，我们要来赞美你。主说，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，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。承认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念充满荣耀，万民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。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，
充满荣耀。万民你是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。让我们更多来呼喊我们的神，他坐在宝座上，荣耀降临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。是的，主耶稣是全能神，我们要来尊崇你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。万民我们敬拜你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说话命令就立，你说话命令就立，你吹气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再宣告你说话命令就立，你说话命令就立，你吹气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更多人宣告你说话命令就立，信实的神，你说话命令就立，你吹气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那尊贵荣耀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尊崇你。你
是我们的依靠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深知我们内心一切的软弱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来向你来祷告，我们要依靠你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我向你呼求。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最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我想你。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来依靠你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再次向主来呼求，父啊，向你呼求，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求你医治我的破碎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
拍掌，将荣耀归我们的神。喂，Hello， 可以再大声一点吗？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允琪，然后你好，牧师好，曾牧师、陈牧师，还有在场的各位父亲们，然后迦南教会的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好，我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日，那我们在这边这么多人把整个礼拜堂坐满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然后同时我们来一起庆祝父亲节这个节日。那借着这次联合礼拜这个机会，我来分享一些鲜为人知的我跟牧师的一些小故事。好，跟陈牧师不是跟曾牧师。然后我从小就是跟爸爸在很多教会一起服侍过。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，我跟他一起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台美基督长老教会。那在那边呢，我们的会众都是台湾人，然后我们只有台语礼拜，不像现在迦南有华语礼拜，也有青年的礼拜。那我的台语也是在那边学的。那有一次呢，牧师就推荐我说，你要不要上台去服侍，用台语来讲大卫的故事。那个时候14岁，我就13岁吼，我就去台顶用台语讲这个台美的故事吼。刚好他现在，Hello， 刚好牧师现在在做的那个圣经共读，也是在讲历代的大卫。欢迎好，还有麦克风。喂。可以哦，好，那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哈。讲这台美的故事，跟我老爸嘛有真多很相似的地方哈。然后就是这个，真的 OK 吗？好，我爸爸呢跟大卫在做父亲的榜样上面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就是呢，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经历这个世界，然后去带他去闯，带他去见识，然后让他用自己的经验，然后去培养自己，去历练自己。还有呢，我爸也会跟大卫一样，帮他儿子准备好一条路，然后让他去走，让他去充满这个资源，充满这个多元性的路上去自己发展。那我爸跟大卫很像的地方，也是他们都有一些奇怪的，有时候会奇怪的想法，然后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全心全意的爱神、爱教会、爱会友、爱他的家人。所以，那一次在介绍大卫，在讲这个大卫的故事，我就想到很多跟我爸有关系的事情。那在回来之后，我们也去过很多教会，有去嘉义的各个教会聚会过，也有去台中的盘顶教会，然后最后回来迦南教会这边。那在迦南教会呢，我看到他从以前小时候印象中那个青年牧师的爸爸，变成成熟稳重的主任牧师，然后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，然后也要有更多不一样的转变。那在这当中，看到很多爸爸辛苦的一面，包括常常下班回家之后去坐电梯上到8楼，然后就看到那个会议室的灯还是亮着的，然后就知道他可能还在准备明天讲道啊，或者是还在忙一些事情啊。然后也有时候灯是暗着的，然后我就进去了，然后就把那个门锁起来了。结果外面就有人在那边敲门，然后就跑出去看啊，原来又被我锁在外面这样。所以常常忙到太晚，忙到被儿子锁在外面的主任牧师非常厉害哈。好，然后还有当兵的时候啊，也是在进去里面第一个礼拜，第一个想到打给的人就是爸爸，然后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很有安全感，然后就会
就会潸然泪下那样。然后，对啊，怎么啊？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呢，有一个爸爸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不管你的爸爸个性如何，或者是他带你走的路如何，我觉得这都是上帝的安排。那很少在家里跟爸爸说，也更少当着大家面跟爸爸说。但是不管陈牧师，我的爸爸带我们去到哪里，带我们经历什么，他都是我们家的骄傲。那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爸爸的榜样，然后也让我们有我们的上帝，天上的爸爸，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谢谢大家。比他高。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喜欢我。我的脸上有东西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？你们为什么要那个眼神？是不是我长得很黑？我长得很丑，还是我有得罪谁？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？你们说，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？我是不是真的很糟啊？对啊，我就是这么的糟。拜托你们不要再看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人喜欢我，就是没有人喜欢我。其实很多人喜欢你啊，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。像你有爱你的家人，还有一位爱你的天父爸爸，我们可以依靠神，赞美神，我们就可以每天都很喜乐。我要喜乐，我要喜乐。才不是呢！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喜欢你，没有人喜欢我。我跟你都做不到大家想要我们做的样子。他们眼中期待的我们根本做不到。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人敢喜欢我们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喜欢我们。可能过了很久以后，在未知的未来里面，我们都会是一个人。我一个人，是啊，我一个人。是啊。再怎么努力，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你喜欢的人，亲近你的人，一个一个的离开你，你看，最后还不是孤零零的剩下你一个人。我一个人，是啊。没错，你就不应该要相信任何人，你就管自己就好了。你看，每个人都在议论你，每个人都没有要真心的待你，所以啊，你就顾自己就好，你不需要去相信任何人，你最后会被骗的。拜托你们不要说了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你们为什么都要找向我？我是恐惧，有时候我会很害怕，对未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是悲伤，有时候想着想着就会很想哭。
我是讨厌，我会讨厌别人，也讨厌自己。我是喜乐。其实我一直都在，只是有时候情绪太多，你看不到我而已。我们就是你的一部分。是啊，你们就是我的一部分。是啊，你们天天围绕着我。只要我想到一些失去的时候，失去了那些人事物，还有那些不喜欢我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扳回我的一生，甚至好久好久，让我一直很想哭，甚至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还有你让我开始讨厌别人，讨厌自己，让我变得更愤世嫉俗，让我变得什么都不是，让我开始不喜欢我自己，我就开始嫉妒别人，我讨厌我的自己。还有你，我只要想到一些未知、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全身发抖，无法呼吸。就是你占据了我的一生。还有你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一直都在。当这些情绪困扰我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你不在，是你根本没有找我。所以你们全部人在走向我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宁愿当一个没有情绪的人，因为有这些情绪，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太痛苦了。拜托你们饶了我吧，你们都走开，我不要这个情绪，我不要这些。你怕痒吗？我怕痒。我也怕痒。我怕你呀。要不要去吃宵夜？吃什么宵夜？走吧。在世上啊，我们有爸爸。其实我们比别人更幸福的事情是，
我们有一个很爱我们的天父爸爸，他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旁，聆听我们的声音，聆听我们的需要，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他都在。神他可以承担我们所有的情绪，他可以接住我们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。神创造我们，也创造各种情绪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爱我们的情绪，因为神的恩典与慈爱是那么的无穷无尽。我们爱我们的天父爸爸，愿天父与我们，越爱我们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喂，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
虽然阮爸爸毋是牧师吼，所以我摕一张纸咧手头吼。嘿，首先我要来在场的所有爸爸、父亲来讲一声父亲节快乐。过来嘛，想要对于我伫天顶的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。我的爸爸伫今年的6月25号离开阮，去到天顶的厝。伊甲在座的所有的爸爸拢共款啦，吼，总是安尼点点啊表达伊对阮的关心、伊的关怀。这样呢，我想要甲各位来分享我上孝良阮爸爸的3个优点。第一个是体贴，第一个是体贴。伫我出社会了后，我常常上班爱上到11、12点才会返到厝。我的爸爸总是会伫1楼看伊的电视，坐咧碰椅顶。有的时阵我返到厝的时阵，拍开门，伊会就会讲，你哪会较晚才返来？若无我拍开门看到你，就即个拄久困。搁较济时间，伊会等到安尼想讲，安尼要返来，伊会走去楼顶问阮妈讲，拢个是当时要返来，我妈已经困到袂使啊，要甲叫起来。我想这是一种表达对厝内人的关怀、甲守望的一种方式。第二个是正面的思考，第二个是正向。虽然伊的辛苦有淡薄欠缺，伊是一个动听的人，有的时阵伊会受到同事的欺负，也是互其他外口的人看伊无。也毋过我无听过伊来怨叹伊家己的人生的遮个无圆满。伊总是点点做，点点陪伴阮大汉。我甲佳音就自细汉就是爱比所有同岁囡仔都爱搁较大汉，嘛搁较捌代志，来协助伊伫处理来生活的大小事。嘛因为爸爸甲我讲台语，所以我台语有较点转啦吼。我就爱负起翻译甲比手画骹的角色吼。真感谢上帝，互阮感谢上帝，互阮伫安尼的环境中大汉，互阮看见比平常人搁较侪无共款的风景。第三是耐心，第三个是耐心。我想要讲一件伫2007年的故事。迄时阵我14岁，对着教会来报名来参加活动。迄届活动举办的地点是伫台大。阮逐工就是为教会坐游览车坐到台大。安尼来回，有一回呢，活动结束了较晚，佫倒去转来，佫拄着塞车吼，倒去转到教会时阵已经是9点外，差不多晚10点啊。一落车我就看到阮爸徛伫迄个教会迄个顶仔骹咧等我嘛。我踏落迄涂骹，为游览车落来，我踏着涂骹，我随注意到另外一个爸爸。开始掠掉陈牧师，你是哪会遐晚才转来？你是甲我的囡仔带去倒？开始骂。我就甲阮爸徛咧顶仔骹看陈牧师互人骂。伫转去的路上，我就问阮爸讲：你是拄仔迄爸爸是几点来的？伊讲伊才来半点钟尔，好无？我讲你哪会知？你才来半点钟？我想讲你是几点来？我讲我7点半就到啊。偌欢喜，讲7点半就到的时阵，佮手搁安尼闭一个安尼，我7点半就到。我想这个耐性是我一世人要来学习的。上帝互阮一个甲大家无啥相成的爸爸，也互阮自细汉就行伫一条特别有稳定的道路。无论是厝内人互的支持，也是教会兄弟姊妹的陪伴，拢互阮感受到上帝时刻甲阮伫地。伫爸爸退休了后的这段时间，教会是大人总是常就招阮爸妈就是出去游山玩水，互阮做伫囝儿毋免去烦恼伊的退休的人生，搁较毋免烦恼因去插到歹朋友。就亲像我细汉时阵，我若讲阮妈讲，妈，我要去东路，要出去耍几工啊，敢袂使？阮妈一定讲，袂使，恁都做过阮妈妈的款。若我讲我要去教会夏令营还是团宣？一万年久，我的行李已经伫教会1楼啊。伫即个第一个无爸爸的父亲节，虽然心内底也是有犹原也有毋甘啦，毋过你的爸爸也是犹原陪伴伫你的身躯边。我鼓励你勇敢甲伊讲，你有偌感谢伊，有偌爱伊。但是你的爸爸甲我共款，已经无伫身边的，阮也阁有天顶的爸，时常甲阮陪伴。如同《生命记》31章8节甲阮讲，
上主要行伫你的头前，甲你同在，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唔免惊，嘛唔免论。我用华语再念一遍，《申命记》31章8节说：上主要在你的面前亲自带领你，与你同在，他不会忘记你，也不会丢弃你，所以你不要丧胆，也不要惊惶。最后，感谢上帝给我一个足棒、足赞的爸爸。虽然伊的身躯有欠亏，也毋过伊无自卑，颠倒更较欢喜来帮助人。伊无讲话的时阵，可能较含慢讲话，也毋过伊用伊身躯甲伊所做所行的甲阮教。我嘛安尼相信，就算讲是平凡的人，嘛有伊伟大的所在。最后，愿上帝祝福大家，特别甲每一位平凡佮伟大的爸爸同在。谢谢。历代志上22章6到16节，大卫召儿子所罗门来，教大他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建造圣殿。大卫对他说：“儿啊，我本来想为上主我的上帝建造一座圣殿，可是上主对我说，因为我杀过许多人，打过很多仗，流过许多人的血，他不要我为他建造圣殿。但是他给我一个许诺，他说你会有一个儿子，他统治的期间国泰民安，因为我要赐给他平安的日子，不受视为敌人的干扰。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，因为在他作王的期间，我要赐给以色列人和平安全。他要为我造一座圣殿，他要我做我的儿子，我要做他的父亲，我要巩固他的王朝，永远统治以色列。”大卫继续说：“儿啊，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，愿他信守诺言，使你顺利地为他建造圣殿。愿上主你的上帝赐给你真知灼见，能够按照他的法律治理以色列。如果你遵行上主借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的一切法律诫命，你就会成功。你要坚强勇敢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沮丧。至于建造圣殿的材料，我已经尽力积聚了约3400公吨金子和34000公吨银子，可做建殿之用。另外还有无数的铜和铁，我也预备了木材和石块，但你还要多加预备。你有许多工人，有石匠、泥水匠和木匠，还有熟练的工匠，能用金、银、铜、铁塑造东西。现在就开始吧，愿上主与你同在。在一个美好的早晨，大卫吩咐众人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。大卫对着众人说：“大家啊，你们知道我的孩子所罗门，他现在大概才这么高而已，他还太年幼了。要来建造耶和华圣殿，就要够高大，就要够辉煌，要使耶和华的名传到世界的尽头。因此，你们现在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材料，都是为了这充满荣耀圣殿所预备的。”于是，大卫在他还在世的时候，为了建造耶和华的圣殿，准备了许多许多的材料。大卫在事情进展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，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过来，向他嘱咐那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造的殿宇。大卫对所罗门说：“所罗门啊，所罗门，我儿子，快点过来！”父亲，我在这，我是所罗门。儿子，你好像长高50公分啊！父亲，你老糊涂了吧？我可能是记错了。
儿子啊，我现在要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在以前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为耶和华神的名来建造一座圣殿。但是有一天，耶和华来到我身边，对我说：“大卫啊，谁啊？大卫啊，谁啊？又没有人，在场没有人。大卫啊，难道是你吗？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你的仆人大卫，我在这里。大卫，你经历了多次的战争，身上沾满了许多人的血，你在我眼前令太多的人流血在地上，因此你不可以以我的名来建造这殿宇。可是，耶和华，你知道，我想要为你建造这圣殿啊。大卫，你不需要担心，将来我要赐予你一个儿子，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太平之人。我会赐予他安静，使他与这块土地不被仇敌所侵扰。你要将他取名叫所罗门，所罗门就是太平之意。只要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定使以色列的人生活安定，给予以色列的人民平安。所罗门必奉我的名来建造这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。他做以色列的王，我必坚固他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主啊！谢谢主。父亲，刚刚说的事情都是真的吗？耶和华真的要赐予安静和平安在我们的地上吗？是的，儿子啊。现在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你要去行他的话降临在你身上的事，去建造他的圣殿。儿子啊，耶和华会赐予你的聪明与智慧，使你来治理好这个以色列国。好。你呢，要遵守的耶和华所赐予给以色列人的律法。好的，父亲，我想我明白了。我只要遵守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和典章，我就得以亨通。我必须刚强壮胆，我不能惊慌，我也不能害怕。是的，儿子啊，你很聪明。在这之前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呢，为了这个圣殿，筹备了黄金3400公吨，银子34000公吨，铜以及铁，甚至多到无法称量。不止这样，我还筹备了石头，以及远从我们北边的国家山上所渡洋而来的珍贵的木头，它叫香柏木。哇哦，父亲，这太厉害了吧！那是一定的。那在这之后呢，这个圣殿的事情就交由给你。若你想要增加其他的材料，都由你去准备了。父亲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努力按照你的吩咐去行事的。是，儿子，最后再说，我呢还招募了许多的石匠以及木匠，还有更多做不同工的巧匠，为的就是来辅助你建造这一个辉煌的圣殿。现在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父亲啊，也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果然是我的好儿子啊！我们用热烈掌声给这些年轻人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
父亲节快乐！请跟你旁边的爸爸们跟他说父亲节快乐，父亲节快乐。那每一次的父亲节主日呢，也是我们江南教会的青年服事主日啊。有没有觉得我们教会的青年非常的有前途？有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些年轻人啊，他们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好，这些年轻人都是我们生出来的，都是我们带出来的，都是我们教出来的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生养众多。好，我们要好好的教养子女，使他们走应当行的路啊。而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好，要继续沿用的是我们在新眼光读经的进度。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，刚好就是我们今天的经节啊。我们知道上礼拜我们讲到大卫迎接约柜，但是大卫呢，他在迎接约柜，这个画面不见了。大卫迎接约柜这件事上，我们知道大卫他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用心啊。有没有人去看过这个大卫的雕像？有，在什么国家也有？不对，巴黎。你们看到是哪一个？在意大利。好，佛罗伦斯标准答案。好，标准答案。谁做的？米开朗基罗啊，500多年前做的。好，这个雕像你有看到人在哪里？上面是雕像，下面是人啊。好，所以它将近是2层楼高的雕像啊，重达6吨。好，这个雕像6吨。当初米开朗基罗把它塑造好的时候呢，是要放在这个美术馆的上面，王宫的上面屋顶，就真的放上去耶。然后后来又把它移到广场，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雨淋300多年啊，好，将近200年前才移到这个美术馆当中。我们可以从这雕像当中看见大卫。好，帮我按一下，好，这边好的话，那边有问题。好，他手上呢，连这个雕像，有没有看到他的手上的血管都雕出来哦？好，有没有跟真的一样？好，这是什么材质做的？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啊，非常的坚硬啊。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多建筑都喜欢用意大利来的这些花岗石，但是呢，它能够把这个雕像，好，如果它在哪个地方雕错了、刻错了、断掉了，哇，这个雕像就毁了。但是呢，好，这个米开朗基罗呢，好，他真的是上帝给他神来之手啊，他能够把一个雕像，好，而且这个雕像据传它本来是有缺角的。缺了一角，所以米开朗基罗呢，还把大卫的左脚，好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图的右手边那个姿势呢，好，做了一个角度，就是刚好缺的那一个角，缺掉的那个角度啊。大卫做每件事情都很用心，从大卫的故事看见他年轻的时候服侍扫罗。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他如何迎接约柜，以及大卫如何来组织利未人诗班敬拜团来组织敬拜。以及他如何用心的来建造圣殿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3章22节，因着大卫用心，上帝称大卫是什么人？合我心意。上帝对这个大卫呢，好说，对，这就是我要的人。大卫他不仅用心，大卫他也是个用心的父亲哦。刚才的戏剧当中，有没有很佩服大卫？他要预备这么样的多的东西，好，他要为他的儿子教导这么多的事情，而且甚至把这个蓝图都画给了大卫。但我最佩服大卫的呢，就是他在他儿子的面前说出为什么他不能够自己盖圣殿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手上流了许多人的血啊，杀过了许多的人，甚至呢，好，所罗门的妈妈的前夫也是死在大卫的手中啊。所以大卫呢，好，他没有去面对他的羞耻、恐惧、害怕。今天我们所看到戏剧当中，我们常常活在各种负面的情绪、正面的情绪当中走不出来。但是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所以他不仅用心教导他的孩子，甚至也告诉所罗门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，要服侍神的殿，服侍上帝的家，还要来建造圣殿。而今天的信息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大卫他如何为他的下一代来预备建造圣殿呢？第一件事情，
大卫让我们学习到的功课，就是把上帝家里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看待。请大家说一次，把上帝家里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看待。刚才我们读到经文在我们共读当中，好，我们读到17章，17章里面讲到大卫呢，他已经平定了国家，做了全以色列的王。而他住在王宫，这个王宫在14章有说，这是别的国家的王送来的木头材料，还有木匠和石匠。而他的王宫盖好之后呢，大卫就叫先知拿单来说：“你看，我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面，但是上主的约柜却在我为他搭的帐篷里面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就是说啊，我住的这么豪华，可是上帝的家怎么这么卑微？这个建筑物有没有看过？哎，你们没有看过，这是桃园很有名的建筑物，叫做丽晶花园。好，丽晶花园有没有人住在里面？啊，你们可能没有住在里面。好，这个呢是豪宅啊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这是大卫的家。是住在像是丽晶花园、艺文特区、中路好的这个豪宅当中，但是上帝的家呢，却住在帐篷里面。所以当大卫住在豪宅的时候呢，他想到上帝住在这么偏僻，我住的这么豪华，安内甘丢安内甘美塞呢？可能这是你的家，有没有像这样？哇，希望了，祝福大家的家都能够像这样金碧辉煌啊！这也是我们桃园的豪宅，好，不知道中院第几期的好的某个豪宅啊。这可能是你的家，可以这么如此的豪华，好，这么样的金碧辉煌。但是你的教会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可能像这样？好，这不是我们的教会，还好这不是我们教会，这是网络上抓到的。但是我们的家有可能非常的金碧辉煌，但是我们的教会呢，却没有在整理，却没有在打扫。最近牧师常常在跟长职分享一个议题，要如何减少教会的垃圾。我相信今天的垃圾应该会非常的少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垃圾桶很少。可是我们经常在每一个礼拜结束之后，我们从地下室到8楼，哇，每个垃圾桶的垃圾非常的多，五花八门。我们经常花很多时间去把垃圾收下来，但是我们的家里面可能是一尘不染，但是上帝的家呢，却是这个垃圾随便丢，而且常常洗东西、厨余、喝的珍珠奶茶就直接倒在洗手槽里面，然后呢就不管了，谁去清它不知道，下次清干净了我再倒一次。我们可能把上帝的家当作随随便便，可是自己的家呢，却非常的注意细节。这张照片是我们的礼拜堂。好，那在5月26号陈牧师就任的隔天早上，本来想说哇，就任礼拜非常的忙，好要休息。可是隔天呢，我去了礼拜堂，哇，发现这个椅子呢还没有收完，所以呢那天牧师呢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好，自己就把所有的椅子都排整齐。排整齐之后呢，发现原来我们的礼拜堂地上的瓷砖，当初在贴的时候都有一个特殊的线，所以排了之后发现这个地上的瓷砖呢，你按照那个瓷砖来排是有密码的，好，是有密码，所以每个椅子都刚刚好，有一个角度，好，有一个位置可以去对照，排起来好就非常的干净。这句话呢，好是。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次：我的家有多干净，我的教会就有多干净。好，再说一次：我的家有多干净，我的教会就有多干净。如果你的家真的是一尘不染，你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在打扫、在整理，期待你能够像大卫一样，愿意看重上帝的家。看重上帝的教会，花时间好好整理，至少你把带来教会的垃圾能够做个分类，里面的这些厨余、菜渣、喝剩下的饮料，你能够把它清洗干净，把它叠好，而不要随便的丢弃，可不可以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相信我们的迦南教会是一个干净的教会，阿们。好，包括我们的厕所，每一间厕所都一样。
第二个，大卫做了什么样的预备呢？就是让下一代能够做天父的儿女。我们一起说天父的儿女。天父的儿女代表什么呢？永远不离开上帝。历代志上17章13节，好，刚才我们有读过，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次。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我不会收回对他的爱，像我从前对待扫罗，废了他而立你做王那样。你知道，在大卫做王之前，扫罗是上帝的第一个挑选出来的。可是扫罗王呢，却让他自己的王位，却让他自己的服事越走越窄。最后呢，扫罗呢是扒着撒母耳的衣角，拜托他再给他机会。上帝的确是给扫罗机会，但是上帝已经厌弃，甚至后来是废弃扫罗做王，而扫罗最后是死在战场之上。但是上帝对待大卫呢，给他一个大卫之约应许，就是上帝不仅要做大卫的父亲，大卫的儿子，上帝也要做他的父亲。甚至上帝说，这个划线的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：我不会收回对他的爱。不论你今天有没有来教会，上帝会不会爱你？不论你今天有没有奉献，上帝会不会爱你？不论你有没有选上长老或执事，上帝会不会爱你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以这是在罗马书当中，上帝的话清楚在我们的心中。大卫也是用神的话来告诉他的儿子，上帝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所以你刚才看到这个长得很可爱的所罗门王，他听见他父亲的话，然后他就相信，而他相信了，他就有信心来持续前行了。在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，然后就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请我们在场的爸爸们，你有没有对你的儿子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呢？我也没有啦，我也没有。刚才你们听到我儿子在讲他的小秘密啊，好，但是这个我也听到我儿子讲，我真的是被他锁在门外面2次。好，他说他已经够晚回来了，他不晓得我比他还晚，还在外面。结果呢，第一次他把我锁在外面，全部人都睡着了，打电话也没有用，所以我就睡在会议室，睡到天亮。然后早上是那个牧师娘再出来帮我开门，救我进去这样子。昨天晚上又把我锁在外面1次，好，但是呢，这次我没有准备棉被啊，所以呢就打电话给他，还好他没有睡。但是呢，我们做父亲的、做儿子的，好，我们要让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阿们。每一个人都有4种的父亲，哪4种呢？第一种叫做生父，把你生出来的父亲，就是你的身上有他的 DNA， 你身上有他的基因。第二种父亲呢，叫做养父。养父呢，就是把你养大的，帮你父亲，好，父亲节就是父亲所有的学费的那个父亲啊。但是有的人生父养父是同一个吗？不一定哦。好，你的生父不一定是你的养父哦。第3种父亲什么父亲呢？教父。好，教父，好，就是他会教你做人的父亲啊。好，会教你做人的父亲。好，这个教你做人呢，好，包括很多啊，好，包括他会教你做事情，教你如何工作，好，可能是在你的学校当中，可能是在你的职场当中。第4种父亲，要不要猜猜看？天父哦，好，天父那是最后的答案。神父，神父呢，好，其实就是带你信主或是陪你受洗的父亲。你想想看。你的父亲他生你之后有没有养你？他养你之后有没有教你？没有，怎么讲那么大声？他教你之后有没有带你去教会，教你认识神呢？
如果这4个父亲，你的这4个父亲都是同一个父亲的人，请举手。生父、养父、教父、神父都是同一个人。好，请举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这么多。好，我们给这些举手的爸爸们，好，给他们掌声鼓励哦。这个是很不简单啊！好，又要生，又要养，又要教，而且呢还要带他在教会服侍，不能够离开他。好，神父呢在英文叫做 Godfather， 好，我们中文翻成教父。好，但是呢，好，其实啊，他的意思就是在教会当中的父亲哦。这4种的父亲，好，都是在我们的当中，而这4种的父亲，好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来爱他们。今天我的爸爸，好，我的儿子讲我啊，我的爸爸好也有来啊，我也请我的爸爸来台上一下啊，他也是牧师啊，陈茂生牧师，好，请他来到这边。好，口罩拿下来，好。我的爸爸呢，他今年要84岁啊，好，被砸细回，好啊，很快他就要85岁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的教父今天也来了，好，这个郑正仁牧师啊，好，请这个郑牧师也上台啊，也上台了，好，来，好，我要感谢我的爸爸生我养我，好，然后照顾我，好，其实刚才我儿子在讲我的事情。就差不多，我要讲的就是对我爸讲的事情也差不多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看我爸爸怎么做，我就对我的儿子怎么做。啊，我要谢谢我的教父啊，就是郑牧师，好，他让我在迦南教会担任青年牧师的期间呢，好，教我很多的事情，是我爸没有教我的。我爸都是做很多，话很少，好，啊，我的牧师是话很多，做的更多了，好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晚睡？因为那时候他都更晚睡哦，那时候我都很吓到哦，我们这个牧师都好像都不用睡觉，哇，没那个在播音，然后一大早就出现了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要谢谢我的父亲，好，抱一下，好，谢谢爸爸，好啊，谢谢我的教父，好，谢谢牧师，好，请回座，好，感谢我的父亲们来当我的道具人这样子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找机会。好像牧师一样，牧师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机会，可以好好谢谢我的父亲。我也鼓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做儿女的，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你的爸爸们，不论他是生父、养父、教父或是神父，都要祝他 Happy Father's Day， 然后祝我们的天父也是父亲节快乐。让我们天上的父亲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然后呢，我所喜悦的。第3个，我们看见大卫他如何预备呢？就是在下一代的意向目标当中，他看见了自己的责任。大卫说：“我的儿子要建造圣殿，绝对不能盖那个只有帐篷的，也不能给我盖这个只有丽晶花园这个 level 的，一定要用金子、银子、铜、铁各样的器材。”如果你有注意到那个圣经，好说光黄金就有多少呢？3400公吨，就是300万公斤啊！好，340万公斤。好，那这个金块呢，一块就是1公斤哦，1000公克，总共有340万个金块，它要去哪里运来？哇！如果我们共读，好，你就会知道这些黄金怎么来的。可是呢，大卫他预备这么多材料，银子是他的10倍，铜可能是他的100倍，铁可能是他的1000倍。不断的加倍上去，大卫他知道他的下一代有上帝要给他的目标和使命，但是大卫呢却看见了他自己的责任。这个船呢曾经开来过台湾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船？这个船叫做汽车船，曾经开到我们的台中港当中啊。而一艘汽车船呢，可以放多少台的汽车呢？大概3000台汽车啊，3000台的汽车。你要想想看，大卫的香柏木、大卫的金子、大卫的银子，要用多少？好，这个340万公斤的黄金，大概好就可以装进去这样一艘船。还有银子10倍的船，还有铜，还有铁，更多。大卫是这样子的努力、认真的预备，所以大卫他预备的并不是只有在这些的材料上面，他预备的呢是一种磨练、试炼。
约伯记23章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有没有人知道下一句？我必如什么？哎呀，给这个弟兄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哦，精金就是试炼过的黄金，不是 gay， 不是仿冒的，不是 K 的啊，不是这个外面镀上去的，是真材实料。做父亲的，做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，要能够成为像黄金一般的有价值。但是更重要就是要让你的孩子经过什么试炼，所以你要让你的孩子要去试炼。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儿子说他13岁，我就叫他去台上用台语讲大卫的故事呢？就是希望他能够在20岁的时候在台上讲见证，然后讲给当然不是啦，我也不知道他会讲这一段。但是我希望他有一天他能够在教会，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在台上，好，他能够用他的上帝给他的恩赐来服侍教会。好，今天他也是第一次在教会司琴啊。那他的琴呢，并不是他妈妈教的。好，是这个佳瑜教的。佳瑜在哪里？佳瑜很久前就在这边教，然后后来就都没有再学。但是呢，你要让你的孩子学习各样的装备能力，为的就是要能够侍奉耶和华。所以来教会的孩子不仅不会变坏，来教会的孩子还会成为精金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来教会孩子会成为纯金的黄金。来教会的孩子会成为纯金的黄金。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你的孩子在教会出生，在教会长大，让他在教会都永远不离开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。阿们。你要帮助下一代，让他有意向、有目标，让他知道如何为上帝征战，如何来奔跑，如何来传福音，如何来做见证。这是谁的责任？我们这一代的责任。最后，大卫他不断的做工，做到他老了60几岁，最后大卫活不过70岁就死了。但是在他快要死以前，他跟大卫这样子说：“儿啊，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，愿他信守诺言，使你顺利的为他建造圣殿。”后面这2行我们一起来读。愿上主你的上帝赐给你真知灼见，能够按照他的法律治理以色列。当一个父亲，最重要的不是只有给他黄金，给他银子，给他一个房子。当一个父亲，最重要的是要给他圣经。跟你旁边人说，当父亲最重要的不是给黄金，是要给圣经。当父亲最重要的不是要给黄金，而是要给圣经。有送过儿子圣经的请举手。不，你当爸爸妈妈的，你有送自己孩子圣经的？这么少，都是教会送的。好，请放下。那再问一个很残酷的问题：你有陪你的孩子读过圣经的请举手。有陪你的孩子读过圣经的？哇，这么少，我的天哪！好，请放下。我也没有，天天陪孩子读圣经，但是曾经有，特别是在疫情当中，在疫情的我们那时候在美国8个月当中，没有事情可以做，全家都要关在家里面，每天晚上固定一个时间一起读圣经，然后呢，圣经完之后呢，就会让他们一起来分享，分享不出来呢，他们就用画的，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很小，用画的。每天这样子过了8个月，8个月的时间，就没有想到那8个月之后呢，就让我的大女儿允洁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。好，到今天过了好几年，她每天都写，写到现在。我的小时候，我的爸爸也是这样，每个礼拜5晚上，都会把我们全家聚在一起，然后带我们读圣经。读圣经，不是只有读，他还会叫我们讲圣经，所以。牧师的讲道其实也是我爸从小就训练，好，那时候讲呢都随便乱讲，那时候才读国中，根本真是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，而且只有和合本可以念，好，也根本就消化不了。
但是我的父亲呢，他就让我们从小就有机会讲圣经了，做工直到下一代经历上帝的话语跟同在。希望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你前面都把它忘掉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的陪你的孩子读圣经，陪你的孩子来认识圣经。不管你要送他一本圣经，不管你要送他一个圣经播放器，甚至你要举行一个家庭礼拜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教会的责任、牧师的责任、小组长的责任吗？都不是，这是父母亲的责任。阿们。这是父母亲的责任。每一位做父母亲的，你要成为生父，你要成为养父，你要成为教父，你要教导孩童、教导子女，使他走当行的路。因为我们的年轻人，他们活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。今天的年轻人，他们用手机，他们用通讯，用3C，比我们以前更快。你更难去知道他在房间里面，他一个人坐在那边，好像在看书，结果他前面书的上面是一台手机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东西，你不知道他的内心当中有多少的秘密。今天我的女儿、我的儿子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一天到底的行程是什么，你没有办法去掌握。你也没有办法去检查，因为你有你儿子女儿手机的密码吗？他死也不会给你啊，死都不会给你。所以今天办告别式也很困扰，就是很多人的账号死了之后都没有人知道怎么进去他的账号当中啊。你的孩子的秘密太多了，我也很多秘密是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，但是下一代更多。但是怎么帮助他不会活在一个错误的秘密当中，他的人生不会活在一个错误的框框当中。诗篇119篇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好，再来考试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再给这个弟兄掌声鼓励啊！因为比较黑，我看不出来你是谁啊？是嘉春的。卓顺啊，垂顺啊，垂顺兄哦，这个垂顺兄在我们教会真的是很优秀。好，他这个你是去马拉威吗？是不是你啊？是记错了。好，乃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诗篇119篇第9节，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活在错误的世界当中，跟着 TikTok， 跟着 YouTuber。跟着这些的网红，跟着这一些的政治评论员，活在错误的价值观当中。你要送他圣经，还要陪他读经，不是只有给他黄金，黄金他马上就花掉。圣经在他的头脑里面是帮助他一辈子都不偏离。所以我们看见了大卫，我们也可以对照我们自己，如何为下一代建造圣殿。这4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复习。第一个，把上帝家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看待；第二个，让下一代做天父的儿女，永远不离开上帝；第三，在下一代的意向目标中看见自己的责任；最后，做工直到下一代经历上帝的话语并同在。花时间想办法。祷告，死嘛爱想办法，甲你的囡仔做伙来读圣经，互伊会当有上帝话，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永远无来离开上帝。大卫建造圣殿，就是今天要建立教会。建立教会，以佛所书告诉我们，就是什么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不是礼拜堂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在今年的夏令营当中，好，刚才我们看到台上这一批的年轻人，其实他们已经在7月的暑假当中，他们做了很棒的服事，就是他们也学习成为像是一个属灵的父母亲一样，花时间、付代价、预备心，来带领比他们更年轻的下一代，来成全他们、建立他们，让他们将来也能够进入到教会，被上帝来使用。
所以建立教会，并不是只有教会干干净净，而是我们的下一代、我们的儿女也要干干净净，也要守节心清，也要遵行上帝的话，而不要陷入到罪恶的当中。所以今天牧师的结论，一位刚强壮胆的儿女，其实是来自于充足预备的父母亲。你的孩子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台上来弹琴？为什么你的孩子他能够出去做见证？他能够像聋人一样，在这边众人的面前，他能够来分享他爸爸的故事。他的爸爸不一定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但是天父上帝做了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在几个礼拜之后才会读到的经文。大卫对他的儿子说：“你要坚强勇敢，你现在就动工吧。”所以我们从22章到28章这么长的部分都是同一个事件。不要害怕，不要沮丧。我所侍奉的主上帝要与你同在，他不会丢弃你，他要与你同在，直到你完成建殿的工作。大卫很有信心，他知道他所预备的一切足够所罗门完成工作，甚至最后交代有利未人还有祭司都被派在圣殿担任职务，熟练的工匠都会乐意来帮助你。大卫怎么知道？因为他都已经预备好了，这些人都 stand by， 随时的等候，随时的预备，随时的等候差遣所罗门的使用。人民和民间的领袖都听候你的命令。一位充足预备的父母要记得大卫，他告诉儿子、孩子、女儿们要刚强壮胆，现在就去做吧，不要等到你考上大学再做，现在就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吧，不要等到你找到工作、结婚、娶老婆之后再去教会，现在就来服侍吧。不要等到你的孩子出生，你才想要服侍。当你有机会服侍的时候，你就要把握机会，刚强壮胆去做。第二个，我的上帝，就是说，大卫说，我的上帝也要成为你的上帝。上帝不是你的阿公，上帝也是你的天父。他会怎么样跟我同在，就怎么样跟你同在。你不要害怕。而大卫也告诉他，你要做，就要做到完工。而在完工的路上，有很多的同伴，有祭司，有利未人，这些人都跟你一起同在，他都会帮助你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在今天，上帝给我们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共同读的同一本每日新眼光，共同读到的这一段经文，历代志上的22章，在我们今天的主日，在我们今天庆祝父亲节的当中，你有没有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要说的话？你有没有听见上帝要给你的信息？你要起来成为属灵的父亲，你要起来成为属灵的母亲。不论你现在几岁，你都有责任去帮助你的下一代。在我们这礼拜的小组分享当中，可以分享一件你的父亲影响你最深的事情，然后可以分享你的教父、你的属灵父亲如何曾经帮助你，到今天都没有离开教会。他对你说了哪些话，让你知道你必须要在教会坚持坚定，直到如今。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不是只有把我自己顾好，不是只有我自己有来做礼拜，结果你的孩子在家里面睡觉，结果你的孩子在礼拜天去逛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就在隔壁，教会就在百货公司的隔壁，但是他也不愿意进来。做父母亲的这个责任在你的身上，不是在牧师，不是在长老，不是在小组长，而是在父母亲的身上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，你有责任把你的孩子带领好，帮助他，为他祷告。你不要过度的让他自由，不要过度的让他放纵。因为4世纪让我们看到一群放纵的儿女，他们没有人教，没有上帝的话，最后出现了一个领袖叫做参孙。这个参孙就是颠倒是非，完全对上帝的话陌生。上帝说不能做的事情，他每一件都去做了，是非常的可怕。
而我们有责任在下一代的意向当中，我们的下一代要比我们这一代更优秀，阿们。我们的下一代要比我们这一代更敬虔，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。这些事情，第一个，在8月8号那一天，如果你要对谁说父亲节快乐，还有4天的时间，让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怎么样好好去谢谢你的生父，去谢谢他帮你付清了你所有的学费，付清了你所有的欠的钱，还有谢谢这些教过你的人，你的属灵的父亲，也要谢谢那些在教会当中扶持你的人，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祝福他们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为上帝的属灵婴孩来祷告。这些孩子不一定是你的孩子，包括今天在台上每一个在服侍的年轻人，甚至5月母亲节的时候在台上服侍的这些儿童们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属灵的孩子。我们要帮助他们在迦南教会走得更坚定，走得更长久。我们要鼓励他们，教会有活动，下个礼拜有一个道馆挑战赛，让他们来参加，让他们来参与，让他们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而不是跟教会的年轻人、跟教会的孩子分开。鼓励他们来参加儿童牧区，鼓励他们多多的来参与聚会，鼓励他们打开圣经，读圣经。在我们周报当中有金句，读一段圣经给他们听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而最后，不要以为我们是父亲，他是孩子，他就比你小，不会，很快他就比你高了，很快他就比你更有能力，要去应付更多的事情。你要祝福你的下一代超越你，青出于蓝，然后呢更胜于蓝。你要祝福他们，成全他们，说孩子，你会比父亲更优秀。好，孩子，我已经很早就跟他讲这句话，他还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了，说允琪，你都比你爸还要聪明，你都比你爸还要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爸爸希望你，好，你不要怎么样，不要怎么样。他第一次偷钱的时候，就是在迦南教会我的办公室里面，我也偷过东西，所以我知道那个偷东西没有跟爸爸讲的那种滋味，所以他当着我的面偷钱，我就马上把他叫回来，然后呢告诉他，从那一次到现在，他偷钱可能我没有看到了，但是呢我都会去监督他，虽然我看不到他的手机里面，但是我都会看他到底在做什么，看他到底在跟谁在一起，有没有去聚会，有没有去服侍，有没有愿意被上帝来使用。只是我还没有看到他愿意读圣经，但是呢我也希望想办法鼓励他要来读圣经，至少他知道我们现在在读的是历代志。好，希望呢这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成为我们的责任，让上帝能够祝福我们这一代，更加祝福我们的下一代。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来敬拜我们的父神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，用这首诗歌来献给我们的父亲，献给生你的父亲，也献给养你的父亲。也要把这首诗歌献给教你的父亲，还有把这首诗歌献给带你到教会的父亲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我们从头再一次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
想你过往的作为。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般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父啊，我向你呼求。今天是庆祝父亲节的主日，我们为我们的生父、养父、教父，还有为我们施洗带领我们进入教会的神父献上感谢，也求你祝福他们，不论在何处，我们都要永远记住他们做父亲的榜样，也帮助我们成为属灵的父亲，成为我们属灵的母亲，帮助我们下一代的儿女、下一代的年轻人、下一代的孩童，人家能够更加的坚定在主的面前。愿上帝你所赏赐我们的话语，不论它有多艰难，不论它有多困难，让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，一起共读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这一代，也带领我们下一代，带领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的祈求，是我们的感谢、敬拜和赞美，求你垂听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拍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，回应神的恩典，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所用。
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是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请起立，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是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要将我们的感恩献上给你。谢谢你使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你、赞美你。今天我们要谢谢你，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在还年轻时就可以认识主你，并且能够在你的殿中学习如何服侍你，付上我们年轻的生命为主你来燃烧，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。在你的爱中学习彼此扶持，并将我们的热情与活力为主你所用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天父爸爸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准则，使我们的生命道路上有你与我们同行。谢谢你成为我们软弱时的帮助，不论生命是什么境况，你都能够成为我们重新出发的确据。也谢谢你使我们在地上也有父亲能够教导养育我们，成为我们在世上的依靠，带着我们在信仰中成长茁壮。今天祝福我们的父亲快乐的时候，我们也因着有天父爸爸你而日日感到喜乐。我们在此献上我们的时间、才能、金钱以及对主你的爱，成为馨香的祭献给主你。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好，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年牧区的张木轩执事。哎呦，好 ，Hello， 嗨木轩。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青年牧区的陈汉。陈汉 ，Hello。好，你怎么没有说你是迦南孔刘？哦，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我的艺名叫做迦南孔刘。孔刘不是孔刘，是肿瘤。七孔流血的孔刘。好，对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在报告之前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则是，我们要欢迎新朋友。好，那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？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？请你起立，我们来欢迎你。那么还是很久没有来的，让我们挥挥手，看可以认识你。好，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造的人。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阿们。好，那也很高兴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礼拜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则消息是，我们第一则消息是在8月25号的校庆主日，然后在当中呢会邀请德福的学员参加台语礼拜的献诗。那在礼拜后也会跟儿童牧区共同举办3代同堂的闯关活动，对，那就邀请全家大小或是邀请你的同学朋友一起来闯关报名。那如果闯关成功的话，也会赠送精美礼物跟3盒。哇哦！对，所以欢迎大家组队报名，然后报名直到8月19号截止。那在9月1号会举行迦南教会今年的第5次圣礼典，请预受洗者请在8月18号前向主任干事还有行政干事报名。好，那有个提醒，就是成人洗礼还有坚信礼者需要先完成基要真理课程方可受洗哦。好，接下来小会报告，郭正坤弟兄呢，从8月2日起担任本会的兼职干事，他负责门禁管理与场地巡视等工作。那他的上班时间呢是周1、2、3、5、6的晚上6点到10点。好，那下一则也是小会的报告。好，这个跟大家息息相关哦。我们教会从9月起，然后晚上开放是几点？到10点，对，到晚上10点，大声一点，到几点？10点。好，对，所以请大家就是各项聚会活动或是小组，请在9点半前结束，然后请大家配合。好，我们这次是8月的第2个主日，我们要为8月的寿星来祝福，来请8月份的寿星，请你起立，然后来到我们的台前，对，来，请到台前来，对。
面向会众。有没有8月的寿星？寿星都请回来，我们要为你祝福。在下面就好了，在下面。好，请来到台前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为他们，来站上来，站2排，来站2排，好。这么多，哇，好多哦！好，这是受祝福的一个月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换成英文版本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好，给这些寿星一个掌声。那我们现在请陈牧师为我们的寿星做个祝福的祷告。哦，我也是寿星，你也是寿星。对，那我们请我的陈牧师的教父来祷告好了。哦，教父，陈牧师的教父是我们的郑牧师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感谢主耶稣基督，在你的爱里面，我们可以成为弟兄姐妹。今天我们为了父亲节的特别主日的礼拜，同时我们现在也为了在8月份的生日的这些寿星，站在主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主你过去怎样的照顾他们，提拔他们，让他们成长，也祈求主继续将你的恩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赏赐他们都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健康，跟他们同在。同时也赏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都享受有主所赏赐的平安与喜乐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再次用掌声来祝8月生日的弟兄姐妹们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，那可以回座。上面有一个金句，好，请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来读。好，那接下来也是一则重要的消息。好，迦南教会社教59年户外礼拜呢，在10月13号星期日，那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。那我们的行程呢，就是我们会去我们会到真理大学去礼拜，然后还有游览，然后中午呢，我们会集合一起到淡水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分散开来做就是午餐的自理，可以到处吃，然后欣赏一下河岸的风光。那傍晚呢，我们会到桃园的老船长餐厅，然后做晚餐，然后最后回到教会。那报名费呢，每个人是多少钱？400。然后报名到9月1号截止，所以请尽快的向你的小组长报名。报名到什么时候截止？9月1号。跟你旁边说要尽快的报名，要尽快的报名。好，那下一个是财务部的报告。帮我按一下。好，下一个是财务部的报告。好，这点很重要哦。我们教会在8月31号原本的线上奉献系统会先暂停使用，因为我们要转换成新的线上奉献系统。所以当新系统正式启用前呢，请原本线上奉献的大家先暂时改为刷卡或是现金奉献。所以请大家留意跟配合。好，那再来送年团契，在下礼拜天8月11号的早上10点半、11点，然后到11点45，就是第一场台语礼拜之后，会在2楼本堂放一个松年团契的回顾影片。那邀请松年团契的不论是家人或是兄姐一起来参加跟观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则松年团契的影片，邀请大家一起来看，一起来欣赏。这段影片应该是在20年哦，
有没有看到郑牧师娘？哦，大家拢做少年的哦，秋风长路拢无变哦。这个休假是什么人？下个礼拜天我们会有完整版哦，今日是先和大家评判好，所以下个礼拜天第一场礼拜结束之后会有完整版。对，这个小朋友是什么人？啊，听说他的女儿是黄嘉千哦。阿尊姐。哦，这个阿姐啊。知影即个小外姐才够欢喜的咧，小外姐坐伫倒位？啊，伫遮哦，你有惊到无？叫家己惊到安尼？97岁啊，即马97岁了，97岁了哦。好，掌声！哇，好，所以想要看完整版的，就是在下礼拜天第一场礼拜之后，然后在本堂2楼准时来收看这个非常经典跟那个双年团契的回顾影片。好，社区施工报告，社区讲座，沟通力打造良好关系的秘诀，在8月7号星期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，讲师是刘雅涵老师。那个线上的那个 Google Meet 的会议代码呢，在周报上都有，那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好，那下一个，按一下。好，下一个是生日助学金。我们今年的第2期生日助学金在这里，今天开始，8月4号开始接受申请。那请预申请者，请准备你的申请书，还有附上第2学期的成绩单影本，然后交至干事室生日助学金的收件盒，然后收件至到9月8号截止，所以请大家要预备一下哦。好，嘉光教会新聘传道师萧乔义传道师。萧乔义传道师于2024年由台生毕业，那母会是寿山中会果茂教会。那师长是陈义安，儿子陈志恩。那本会义无偿提供中山路宿舍，供萧传道全家短期使用。愿上主赐福嘉光教会及萧传道的服事。好，那下一个是肢体消息，在第11组的穆恩美姐妹还有卢家恩弟兄，将在8月17号星期六早上10点，在本堂2楼举行结婚礼拜。愿神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当中。好，肢体消息报告，第8组黄桂英、黄桂兰姐妹的母亲黄许秀凤姐妹，黄许月凤姐妹，对不起，于8月2号星期五蒙主恩召享受88岁，定于8月5号星期一早上7点于屏东市新灯管生命园区举行入殓礼拜，随即举行追思礼拜。礼拜成后于屏东市立殡仪馆火化，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。好，下一则是青年牧区第2次招待训练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的礼拜当中，就是有许多穿着黄色背心的年轻人？有，对，有哦，对，他就是我们的青年牧区的招待。
对，那如果有年轻人或是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啊、女儿，就是想要一起的在教会尝试服事的话，就是欢迎大家来到青年牧区的招待，就是我们会有完整的训练，然后也有一个很好的默契，然后来帮助你在服事上有更多的学习。对，那我们在8月17号下午3点到5点，然后地点在601教室举行第2次的招待训练。那欢迎现在的招待同工，还有家亲小组的组员们，还有以及对任何对招待服事有兴趣的大家，都可以来参加。好，那这个也是青年牧区的 Passion 活动，那就是我们在8月11号，就是下礼拜天，对，我们的迦南道馆挑战赛就要开始了。那请有报名的青年们，儿少青年们，在12点40分在本堂在新堂就在这里集合，然后请大家可以预备心，然后穿着你的运动服装，还有比如说水杯啊等等运动需要的物品，然后我们8月11号见。好。本主日是父亲节联合礼拜，那本主日也是青年服事主日。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就是刚刚小周有讲的，我们有很多的，就是服事同工招待啊，还有我们的投影跟我们的敬拜团都是我们的青年来在服事的，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。对，谢谢他们的服事跟他们的付出，求上帝祝福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是父亲节联合礼拜，我们要颁发父亲节，帮我按一下，颁父亲节礼物。那我们先邀请几位那个父亲代表上台来。那我们先邀请敏源的爸爸郝文爸爸，来拍手；爱童的爸爸敏哲爸爸，陈鑫的爸爸卢山爸爸，对，宁馨的爸爸郑贤爸爸，子轩的爸爸耀宗爸爸，新民的爸爸郑雄爸爸。我们到台前来。那这些爸爸们是他们的儿女有在青年牧区担任同工服侍的，让儿女成为纯正的精英，对，所以就是邀请他们做礼物的代表。那我们邀请陈牧师，我们要先谢谢这些爸爸们，好支持他们的孩子在教会服侍，然后也鼓励他们的子女，好都在教会来成长，好，所以他们都是模范父亲啊，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那其实还有很多了，好，还有很多，好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座位也坐不下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请这几位父亲来代表。好，那由牧师来代表教会来赠送这几位模范父亲们，好，父亲节快乐！好，也希望你们的孩子呢好都能够继续在迦南教会安内后母后，好，你的孩子的孩子，好，让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那请先留步，好，那我们接着呢要做个合照，对。合照，然后我们要请在座的爸爸们，好，也请你们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，好，爸爸们，好，所有的老爸，好，做老爸的这些兄弟啊，请你起来，好，起来后，好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工，好，也代表教会，好，我们的年轻人，好，要来送你们这个祝福啊，好，从前面往后面，好啊，送的时候要跟他说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！好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年轻的爸爸，好，是这个维杰，好，还有蔡家平，好，这个都已经升格了当爸爸，还有没有？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最年长的爸爸呢？好，寇林喜五中长老啊，好，五中长老，好，还有没有比五中长老年纪更大？94岁哦，五中长老今嘛几岁？好，高杂会。好，有吗？有没有爸爸们都有拿到？好，我们先给这些爸爸们给他拍拍啊，给他鼓励一下。好，感谢咱家的老爸好啊。最后呢，牧师要来带领我们这些父亲们，好，来为我们的父亲们祝福。好，而且我们一起来为旁边的儿女们，好，或是太太们，好，可以举起你的手来为这些弟兄，好，为这些爸爸们，好，举手，我来为他们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辛苦的父亲，不论他是扮演生父的角色、养父的角色，也求你带领他能够成为教父的角色，还要成为一位家中神父的角色，能够带领儿女、带领子女下一代，能够继续来到教会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愿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就应许在每位父亲的身上。让他们能够生养敬虔的儿女，也赐给我们的父亲们都能够身心灵都健壮，
即便他们年纪大的时候，他们依然有健康的身体，而且他们蛮有信心。他们祝福他们的下一代，祝福他们的儿女，继续来预备材料，来建造教会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有感谢你，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家身边，成为我们的遮盖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也愿你赏赐爱与祝福，在每一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当中，永远有上帝的爱同在。也让每位父亲都能够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”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次给父亲们掌声鼓励。好，请回座。好，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做祝福的祷告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来做祝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今日互阮2点钟的时间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，互阮的青年、阮的后一代，因真用心来准备，要将上好一切来献予伫天顶的父上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也特别与每一位做父亲的同在，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让我们再次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那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住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之中，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中仍然要赞美，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，也不害怕。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让我们再次用最大掌声献给我们的天上神，哈利路亚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父亲节青年主日联合礼拜要到这边结束。帮我找2个人，跟他说：“看见你真好，看见你真好。”那接续我们要一起来收椅子，真好，比较大声，真好，好，安安看见你真好。然后。